郭玲麗議員。多謝主席，本人發言係支持2025年撥款條例草案。亦都非常感謝政府喺當中亦都接納咗我哋民建聯唔少嘅建議。民建聯喺過去一直就智慧城市發展啦、創新科技產業、金融科技、數字經濟、低空經濟、數字教育、人工智能應用等等都提出咗唔少嘅建議嘅。咁其中喺 STEAM 嘅教育同埋 AI 嘅教育亦都其實倡議多年。喺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入邊亦都見到政府係非常重視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入邊強調人工智能、智慧製造同埋機械人技術領域將會成為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嘅關鍵引擎。所以就算面對本港嘅財政壓力，政府嘅公務員凍薪，各部門要削減開支，我哋要做到開源節流嘅措施嘅前提下面政府喺創新科技嘅預算嘅撥款都超過咗100億，包括設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製造及生產線提升支援先導計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同埋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等等。喺預算案入邊亦都提到話，香港要喺全球嘅格局變化同埋創科技變革嘅前提下面，要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當中要通過科技創新加速新興產業培育同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速推動新質生產力同埋高質量嘅發展。本人非常認同喺預算案入邊提出完善人才培育，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為改革同埋創新提供堅實嘅支持。相信大家都係認同教育科技人才係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嘅基礎性同埋戰略性嘅支撐，未來喺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而 AI 更加係必然不可或缺嘅一部分。而現時本港係嚴重缺乏 AI 嘅人才，但究竟要點樣做呢？簡單而言，我哋要有足夠嘅 AI 人才就係要設法吸引人才同埋培育人才啦。喺吸引人才方面，政府推動嘅政策全力去搶人才，一直就住社會嘅需要持續優化人才嘅政策，而家現時更加計劃預計喺短期入邊喺優化人才入境嘅計劃下面，主動係邀請頂尖同埋領軍嘅人才來港發展。早前本人同埋黃錦輝議員推動國際人工智能程式設計精英挑戰賽，其中獲得來自117個國家同埋超過地區超過2萬名嘅選手參加，最後有17個國家同埋嘅地區啦，超過28名嘅頂級嘅選手脫穎而出，而呢啲嘅選手大部分都係曾經獲過全球編程競賽嘅總冠軍，咁佢哋一齊嚟到我哋香港中文大學係參與呢個嘅決賽，成為全球首屆規模最大嘅 AI 算法挑戰賽。喺線下決賽嘅當日啦，有唔少嘅大型國際嘅企業都有參與㗎，包括 Microsoft、Google、杭州嘅上市嘅企業等等，更加有選手喺職場係被邀請係入職去到唔同嘅企業工作。咁所以喺呢一度我哋建議啦，政府其實而家不停去唔同嘅國家提供去搶人才，或者去推廣我哋香港嘅一啲嘅人才政策，或者我哋優質嘅教育。咁我都覺得其實都可以主動去參與或者出席呢啲嘅國際嘅比賽，更加有目標、有針對性係邀請我哋世界級嘅 AI 嘅頂尖嘅人才嚟講嘅。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嘅優勢同埋國際化嘅特點，咁喺預算案入邊都提到要善用呢啲嘅優勢同埋特點啦，令到香港可以成為人工智能產業交流同埋協作嘅平台。因此本人都建議政府除咗係舉辦呢啲人工智能相關嘅國際論壇同埋大會之外，其實都可以支持本港嘅大學好似我同埋啱啱提到嘅一啲嘅比賽咁樣，係舉辦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國際性嘅比賽，先至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 AI 嘅人才來港，亦都牽動到更多海內外嘅企業嚟港發展，產生一啲嘅協同效應。
教育咧係社會可持續發展嘅基石。民建聯過去咧一直建議喺學校咧都要加強 STEAM 同埋咧 AI 嘅教育，善用民間嘅力量，促進咧呢一個雙校嘅合作，共同培養本地 AI 嘅人才。預算案入邊咧已經提到話，政府已經邀請咗100家嘅企業啦，已經科技加強雙校合作，推動編程同埋人工智能嘅學習，提升青少年咧對創科嘅興趣同埋能力。早前咧亦都有大型嘅科企啦，咁響應預算案成立咗青年創科培育學院，司長咧亦都出席咗咧當天嘅成立嘅典禮。大家都見到啦，培育人才咧非常之重要，而香港咧其實就住呢一樣嘢咧都做到好多嘅工作喎，一直咧都有培養我哋嘅學生參加咧我哋國際電腦奧林匹克嘅競賽，更加喺去年有4名嘅香港嘅學生代表咧，佢哋喺奧林匹克IOI 2024咧係取得非常之好嘅成績，攞到1面嘅金牌、2面嘅銀牌，更加有1個嘅優異獎。但係咧再進一步睇咧，我就發現咧香港嘅學生就好少參與咧我哋呢啲世界或者國際性嘅人工智能嘅競賽啦。亦都喺香港咧係缺乏咗咧呢一類嘅相關嘅培訓嘅課程。但係喺澳門咧喺4-5年前咧，其實佢哋已經係邀請緊咧我哋國家嘅人工智能競賽嘅世界冠軍，同埋咧相關嘅領航嘅人員咧，佢哋係到澳門咧培訓30位曾經參加奧林匹克 IOI 嘅學生，而經過咧4至5年嘅培訓，而今年咧佢哋更加係已經有計劃代表澳門咧係參與咧呢一啲世界人工智能嘅競賽，同埋參與咧係今年喺深圳預計喺深圳舉行嘅全國青少年人工智能競賽。但係喺呢一度咧喺香港咧，我哋又未見到咧有相關嘅規劃啦。所以咧，本人喺度建議政府咧可以全面檢視 AI 人才培訓嘅課程內容同埋方向，可以參考一啲嘅澳門嘅做法啦。我哋可以引入相關嘅課程，更加咧可以邀請咧我哋一啲世界冠軍嚟到我哋香港，幫我哋培育我哋相關嘅 AI 嘅人才。教育推動科技同埋人才發展，而科技人才咧同樣係推動緊我哋教育嘅發展。今年預算案咧亦都推出咗智慧學理嘅撥款計劃，以先導嘅形式咧喺中學咧發放10萬蚊嘅專項嘅撥款，支持初中嘅科學科引入人工智能輔助教學。清華大學咧而家已經有一啲嘅計算嘅學分咧嘅通識嘅課程咧，用 AI 咧係進行教學，可以見到 AI 咧輔助教學咧已經係漸漸普遍。由民建聯咧支持同埋本人推動咧一個嘅真獻被紫荊杯 AI 普通話朗誦比賽咧已經舉辦咧，嚟緊係第4屆啦。而比賽咧以中文通嘅名字咧，亦都響一帶一路同埋東盟咧開始落地。有關嘅機構咧一直咧都推動緊科技可以精準評估學生嘅需要，以低成本嘅質素啦，係希望咧提供一啲嘅線上嘅課程，透過 AI 嘅教學軟件啦。而家咧佢哋有70%嘅時間咧已經係用 AI 嘅老師咧進行呢個授課。記得咧去年10月咧嘅特首喺答問大會入邊咧，回答咗本人咧係有關咧推動咧文憑試 DSE 國際化嘅問題啊。嘅特首當時係非常之認同 DSE 係一個金漆招牌啦。未來咧我哋都要做一啲相關嘅推動嘅國際化嘅工作，但係考慮到咧唔同地方嘅課程設計，同埋教師嘅培訓咧，佢哋咧都會覺得咧需要係大量嘅工作要做嘅。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哋就可以諗一諗，會唔會考慮用 AI 我哋作為一啲嘅教學或者 AI 嘅老師咧，去發展一啲嘅 DSE 嘅課程咧？而我哋咧可以透過咁樣解決咗咧我哋教師人手不足嘅問題，而透過 DSE 國際化咧作為一個嘅切入點，推動一帶一路同埋海外嘅國家，佢哋咧係學習咧我哋 DSE 嘅課程，然後跟住去推動我哋呢個發展啦。可以打造我哋留學中國同埋咧留學香港品牌，進一步咧將香港咧推動成為國際化嘅樞紐，為我哋咧中國咧係可以招攬更加多嘅優秀嘅學生咧去到我哋中學留學。面對咧世界變化 ，AI 嘅發展科技咧衝擊我哋嘅教育，但係不變嘅就係我哋教師咧作為靈魂嘅鑄造師，所以培育咧同埋鞏固學生正確嘅教值觀咧，成為愛國愛港、貢獻下一代咧，都係我哋教育者咧必然嘅責任。所以喺呢一度咧都希望咧教育嘅同工，我哋咧在面對 AI 嘅一啲嘅衝擊發展教育嘅方面之外，推動我哋嘅科技發展、創新科技嘅人才嘅培育嘅工作以外，
我哋仍然肩負緊呢，我哋係愛國愛港，我哋係守護緊我哋國家安全一個重要嘅使命。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